他自己都不懂他的歌词。对，他在说法里面，他也说叫你别再唱了。我也不想唱。哇，那我相信了。因为呢，我知道我那个一直在看你的 IG 嘛，然后我就奇怪，你不是应该穿得很 sporty 吗？很运动风格吗？因为我是在想说要跟你搭配，就是你今天穿西装来的。哦，因为你今天一整天都有活动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一直换来换去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大日子是不能讲垃圾话，对不对？有人想听吗？算了。那再一次。